每日聖言分享。預報救主降生節日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到了第6個月，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，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，到一位童貞女那裏，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。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。天子進去向她說：萬福，充滿恩寵者，上主與你同在，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。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，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。天使對她說：瑪利亞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。看，你將懷孕生子，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。他將是偉大的，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。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，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，直到永遠。他的王權沒有終結。瑪利亞便向天使說：這事怎能成就？因為我不認識男人。天使答覆他說：聖神要臨於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。因此，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。且看，你的親戚依撒伯爾，她雖在老年，卻懷了男胎，本月已6個月了。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，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。瑪利亞說：看，上主的婢女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。天使便離開她去了。上主的話。各位，其實咧，今日咧係聖母領報。咁我相信聖母領報咧，大家聽過好多個分享。咁我反為咧想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個人物。咁咧就係雅魯培神父。咁呢個雅魯培神父係咩人？何方神聖咧？咁樣，佢係一個耶穌會嘅人。佢曾經喺耶穌會做18年嘅總會長，由1965至1983年。佢咧出身喺西班牙北部咧。佢個鄉下咧，同佢嘅會祖聖依納爵同埋聖班濟個沙漠咧，同一個鄉下嚟嘅。咁佢爸爸媽媽都叫做早死。咁佢15歲就入咗馬德里一間醫學院啦。佢第1年就得到解剖學嘅得到獎。佢以後得到無數咁多個獎。咁後來咧，佢畢業啦，佢就接受邀請咧，以一個調查委員會嘅委員咧去路德。去睇下人哋所講嘅奇蹟係咪真嘅？咁咧佢就去咗。佢喺路德咧就住咗3個月。佢真係見到奇蹟嘅發生。佢於是咧佢投降咗，就產生咗佢嘅聖召。所以佢話：我嘅聖召係嚟自路德。咁我哋都知道，我哋通常我哋成日都話咧，每一個聖召都經由聖母嘅。咁佢嘅生命嚟講咧，有2件好震撼性、好大嘅事發生咗。第一件事咧就係佢喺1938年咧，咁當時咧已經近住第2次世界大戰嘅，佢就俾耶穌會咧派咗去日本咧做傳教士。咁咧喺一日咧，1945年8月6號咧，就有一個好平靜嘅早上，萬里無雲。咁突然間咧聽到有一架飛機咧低飛過嘅聲音，咁佢覺得奇怪啦，佢飛機低飛得咁低。但冇警報，乜都冇喎，咁佢都唔為意嘅。但冇幾耐咧，發現咗聽到一個好大嘅爆炸聲。原來咧就係美國喺廣島投下個第1原子彈。咁當然啦，傷亡慘重。咁佢學院咧雖然冇人傷亡啊，但係佢都離開個目的地咧都係遠嘅。但係咧成個初學院就好似棉花咁嘅樣啦，即係甩頭甩骨咁嘅樣。咁咧呢件咧為佢嚟講，佢生命咧係一個好大嘅震撼性。咁第2件咧更加震撼性嘅事咧就係點樣樣啦？就喺1960年，當時咧佢約莫23歲咧被選為教宗。當時呢位教宗被選出嗰陣時咧，佢已年老，但佢居然咧向整個世界、整個教會咧召開梵蒂岡第2次嘅世界會議。佢覺得咧教會咧應該適應呢個時代，向呢個世界開放。咁當呢個大公會議歷時咗4年嘅。咁完咗呢個大公會議咧，就當然咧，無論修會、教會各方面咧，都需要一個新嘅大嘅改革。當
當時嘅耶穌會咧有3萬個會士，咁好多人咧就即係唔贊同梵二嘅精神啦。你帶領我哋修會啦，離開我哋嘅宗旨，你走向俗化各方面嘅嘢，佢受咗好多苦。咁樣咧好辛苦咧，佢先就帶領咗啲耶穌會士咧，能夠咧更加定到自己嘅目標咧，仍然係服務信仰，但係咧更加積極咁投入社會嘅正義。咁佢同聖母有咩相似嘅地方咧？咁我覺得都係有少少可以有一個比拼嘅。因為聖母咧，本來咧喺納匝肋一個普通嘅女仔嚇，即係有過日常嘅生活，有一個好震撼性嘅事發生咗咧，就係佢被請為救世主嘅母親。後來咧，亦到十字架之下咧，佢咧係點樣啊？成為全人哋嘅母親，接受一個更加大嘅挑戰咧，就係要佢同埋宗徒一齊由加里肋亞咧將福音咧傳遍普世。咁咧，所以我哋話咧，每一個聖召咧，都係經由聖母，而聖母咧係點啊？係我哋嘅表揚嚟㗎，主佑大家。